陸委會統計，這台灣人最近這2天去到中國失聯等等的通報已經有402個啊。這當中的有216人是予中國給關起來。也毋過在亞說，這個講今年頂半年，台灣人去到中國旅遊都有285萬人次，這失聯的比例是有降低，所以愛陸委會這話毋通講甲傷超過。各人去到中國失聯的人愈來愈多。陸委會上新的報告顯示，按2024年到今年7月22日，這2冬來，各人去到中國失聯，去用留佇咧遐搬查，或者是疑似去用限制人身自由的通報案件，累積402人。這中間，中國關押216人，牽涉詐騙的134人，刑事案件58人，宗教案件23人，國安案件1個人。今年還是有每月16個人。可見這個增加的數字還是非常高，國人赴陸的風險急劇的攀升。陸委會分析，咱國的人去到中國旅遊去用搬查，常常會去用要求檢查手機內底內容，也有隨身的物件，尤其是現職、退職、離職的公務人員佔上濟，佔一半。國民黨立委廖先祥表示，進前咱國的人去到中國旅遊達到323萬人次，若今年頂半年嘛來到285萬人次，講國人去到中國失聯的比例有下降，話聲陸委會賣假做放養的囡仔，可能不夠周全的資訊，或者是蓄意堆出來的一些風險的時候，當國人忽視了未來真的有風險發生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們的陸委會就變成放養的孩子了，不會有人在乎或者是重視我們陸委會所發布的一個警訊。那他又鼓勵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去那邊要積極統戰，那我們的年輕人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哦。這個年輕人如果過去都被抓起來了，就委員所說的那個樣態，我們去識別化把那個樣態呈現出來。另外，中國7月初1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，日本媒體人矢板明夫在7月初6就去予香港的查甫人攻擊，外界關心敢是中國下過犯來犯案例。警政署長張英興回應，初步檢判，這不是單純的傷害案，是跨境鎮壓。有類似這些案件，我們不能以一般刑案來做一個處置，那就是處理這些案件的要有這些敏感，我們的員警要有這些的敏感度。是不是有其他的境外的勢力，包括香港哈，或者是其他的黑勢力也好，或者是其他，也許有其他的統戰勢力有進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，來造成我們國人呢在人身安全上面保障的一個這個狀況。劉世峰表示，今麥為了避免矢板明夫去用攻擊的案件，會讓大家唔敢講話。政府的斟酌來面對境外勢力介入的可能性，警方、機民署、國安單位已經建立跨機關的合作機制，保護可能受到威脅的對象，嘛爭取國際合作，對查幕後的黑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